嗱，就係呢一套啦，10萬蚊嘅首期，你就可以攞低呢一套143平方嘅環木嘅豪中4房雙套間嘅單位啊，而且望住澳門嘅主城區，夜晚啊更加係非常之繁華，真係唔夠膽諗啊！而且500米就可以去到青茂口岸。返到澳門方便得不得了，5分鐘都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人工島現樓單位，而且南北通透啊，非常之光猛嘅，10幾個人係你屋企，同時9巴 T 喺呢度擺上一圍冇問題嘅。但係呢，實話實說，143平方呢，呢個廚房就真係有啲細啦，但係啲廚房3件套啊呢啲。都係交付標準，南北通透，北向咧係一個陽台，望住嘅係一線嘅園林景觀，以及冇邊際嘅泳池啊！你中意游水嘅朋友咧，平時落樓就可以游水啦。健身房全部都係有嘅，而且可以送你兩地牌同埋車位，以及全屋嘅家私家電，交付標準都唔低過。呢啲護牆板啦，以及新漆開嘅中間門，全部都係配晒俾你。第一間房間可以作為你嘅爹哋媽咪房，配咗一個套廁嘅設計，而且呢啲環保嘅衛浴啊都係有嘅。擺低一張 king size 嘅床都可以實現3邊6床位啊！再次望下呢個景觀，真係非常舒服，而且喺現樓你完全冇啲爛尾嘅風險啊！5分鐘可以同時去到2大華發商，都真係非常方便。呢個示範單位係將呢個房間搭 book 咗同呢個主人房貫穿嘅。交樓之後咧，呢個係另外一個房間，真係每一日捧住喺呢度望住咁靚嘅一個澳門繁華夜景啊，心情都會特別靚。主人房仲配備埋衣帽間同埋主人房套廁俾到你，10萬蚊你就可以攞低咁靚嘅一個143平方南北通透嘅雙套間單位現樓。去到拱北口岸只需要5分鐘嘅車程，返到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咧，同樣都係只需要5分鐘。咁感興趣嘅朋友，想係珠海主城區執樓嘅，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條6講係小馬 follow me，帶你玩返你心目中嘅 dream house。